想要问行政院长，我想问行政院，运安会拿他没辙，交通部也做不到，台铁就是这么样的烂。那你在哪里？台铁其实在这边，其实它有一个在西正线上方，它也在做一个这个明隧道的这个工程。你可以看到这个车子它进出哦，刚好我们可以再做一个还原，就是它车子有被记录到，有拍到哦，它进出这个工地。所以实际上我们在花很多的力气在做这个逆向工程，要把这所有找得到的基证跟一部分是用模拟来结合，因为你不可能所有东西都拍到。那这次他停下来，我们提到他车子呢是尾巴倒进去哦，然后他在卸货。那么他在丢轮胎的时候，其实也有一些丢到旁边的那个边坡的草丛里面去，他有用人工的方式在丢弃。你看到他车子有没有这个车头这边有碰到这边的树丛，这边就停下来了。所以他这个开车的这个工地主任就下来了。那他在笔旁边哦，那边就是有停吊车的这个，所以这个吊车呢，就是从这个挖掘机哦，这挖掘机从旁边开过来，所以他开始在做这个捆绑的这个动作。你看画面有在移动啊，在晃动。他一拉，他只要一拉这个行车视野辅助器这个影像，都看到他在晃动。所以你看到这两只哦，这个影像摄影机拍到的是吻合的。那这个部分因为已经记录器已经停止了，所以我们没有货车上的影像，但是可以模拟，就是它从上面滚落。所以9:28哦左右，这个列车过来了。那么生还者也有描述，就是有这个长鸣笛，就是司机有用长这个警告的声号，代表他已经意识到有紧急状况了。其实我们从运安会，他除了提出报告之外，他们也要求台铁去做改善。可是我们从权责上面看得出来，运安会其实是没有办法对于台铁有实质上的要求的，因为他跟他之间没有上下隶属关系。那他对于交通部也没有办法要求，因为他跟交通部之间也没有上下隶属关系。那到底谁可以来做这件事呢？看起来就只有行政院。那我们想问行政院长，你在哪里？调查报告出来了，包含了7月的时候，交通部的调查报告出来，这样子4个多月，其实您只有在一开始的时候有声音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当我们都看到了所谓的台铁的千疮百孔的时候，我想要问行政院长，我想问行政院，运安会拿他没辙，交通部也做不到，台铁就是这么样的烂。那你在哪里？你要为这些罹难者家属，为我们的铁路做什么？请你不要再沉默了好吗？运安会虽然很努力，可是运安会没有权利管他们，所以我们现在能期望的，真的只有行政院了。就是不管是改革的部分，或者是真的就是对于家属这边的各种方案的部分，我们只能期望行政院。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连要开恳谈会，要会议记录，每一次都要人家拿着鞭子，或是一直不停的说，一直要求。我觉得，如果是这么被动哈，真的让人家心里真的觉得非常的挫折。就像其实我们第一次太鲁阁家属开的那个恳谈会，其实是5月9号，也就是太鲁阁事故发生之后第一个最伤心的母亲节。我记得我5月5号的时候，在群组里面，因为看到台铁的人告诉我们说，5月9号的那个第一次恳谈会，部长不会出席，因为部长非常的辛苦，非常的忙，一直都在开会。请问谁不忙谁不辛苦啊？说的不是废话吗？然后说他不能出席，我想好这么没善意的话，那我也想部长他位高权重嘛，我也小人物，我们也联络不上他，我只好写脸书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就告诉他们，那我只能写脸书，让部长知道家属的心声以及家属的声声呼唤。那隔天
那可能我运气也比较好吧。他们马上回复说，部长已经听见了，我还没写，部长就听见家属的心声，会来与会。从一开始就是这么样的冷血，然后这么样的就是被动。你说要怎么样能够期待他？到后来就是不要再开了，没有说要再开。明明王国材部长5月9号在会议上就已经说还有下一次。受伤的这些家属，他们请了款，那医疗费用，那你去付这个费用的时候，请问你告诉他说，你们台铁没钱，然后那个借这个钱是要跟银行借，然后利息6到7%。请问你讲这个干什么？你不觉得很夸张吗？